呵呵，我睇我晴天，我跳红叶天，我睇我秋天，我最爱红天。你睇你家幾隻呢？紅姑很係好朋友，一隻大金條，兩隻做上橋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節目就會開始啦！誒，係這樣呢？我落花姐。哇，晴天就正誒，我睇我晴天啊！嘿，云江记，你在画什么啊？我在畫晴天啊！晴天。錯啊，係樣晴天跳正啊！係樣哦，畫弄開啊，就這樣哦。我覺得這張畫還少了一點東西。夠強不該？哈哈，少了這個啊！冬天會下雪啊，我媽媽都有帶我去看雪哦，好好玩哦。哎呦，小豆，我畫係晴天，係用做畫聲音啦。哎呦，云江記，哇，就這樣的哦。錯啊，你中途就喊着這樣的晴天。這樣的晴天哦。我感覺你中途佫減一條啊物件呢。又佫欠不該啊。哈哈，安尼就笑啦。我聽要讓一個海飛了飛，爭一條幾好了啊。不錯，這張畫可以再加一些東西哦。等等，也係秋天好，秋天就變月板，也不用先月餅哦。喂，迄個就猜唔錯嘛，我畫係晴天呢。不過秋天較好啊。唔錯，我聽了飛較好了。冬天會下雪。冬天會下雪。晴天、雨天、秋天、紅天攏最好，迄個咪個臭啊啦！咕咕咕，世界體育太陽 Super Chicken 類啊！晴天類啊，用做愛發變攏冇發咧。一天到尾啊，用做一條也唔起來咧。幾場人較見來掉上去，條陣嗰就特別假場人，這題目同佢嘅任務做好。好，讓愛解。愛的晴天就發啊！條陣嗰就特別假場人，這題目同佢嘅任務做好。幾場人落來很，我希望秋天風勢要變風。冇問題，讓愛解。風勢變風啊！看天老些啦，幾場人我愛很。怪氣，明明係正的晴天，結果養豬加了衣裳度的物件啊！你講緊，你聽到樣啊？養不該。來，上頭這下釀出晴天、熱天、秋天、含風天麼？睇見內面四季就跳跳人兒們，見一面愛5000麼？50，愛3000麼？50，2000、1000、500，50，只有100球，開
题目，一无准可以晴天、热天、秋天和春天哦。哇，真好哟！没整个一下去过热天，要不用一下去秋天。我要去冬天。哼，了这天是风雨的啦，关麦。不要啦！林江记，我们买一个来玩了。就啊，没人车真给没整个开呢。我要去冬天，我要去冬天啦！好啦，不过未来敢若不是松下了哦。喂，我想到咪四季就偷偷进你门。好，好啦，长到了。耶！西鬼就跳跳你们出来呀！好啦，哎咻，哇！赶快！原来只是一个月历。咕咕咕！世界体未太阳 Super Chicken 类啊！今天内啊，用种爱发变弄毛发嘞。热天到位啊！用种一条也唔起来嘞。几少人看见了头上空，几少人落来黑咯，等爱晴天发变开金头发，热天清一头，秋天就风细只，春天没落线，不过假使晴天好春天，不用做不来，嘛冇白呀。好，杨爱盖。假使秋天不用和热天做不来，唔地就结好嘞。冇问题，杨爱盖。师傅出货了！不该西鬼在跳跳经济门封印呢。大家进去门，根本就冇搞回事。真歹势，迄是歹去啦，我听天空上迄个物件啊。物件？物件扔在两内底，就迄个四季行跳跳哦。怎么会拿这个来骗我们呢？黑娘，四季就跳跳你们有送物件哦。哇，还有送赠品哦，好棒！你还不带你看呢？哇，迄只哪花嘞？花那迄个配的种的日，迄咩真像晴天的感觉啊！黑娘，迄留金机呢？哇，就好听呢，是海浪的声音呢。那迄个配的种的日，那个真像像热天空中诶。秋天的送米迄点心呢？哇，好色的点心，配你种热烈，哇，真的感受到秋天了耶！冬天，我要去冬天啦！了你不开啊？我知道，这是冬天的雪，我摸过冬天的雪哦。这个那个配上很手动的热烈，人真见都比好听哦。哇，就好诶！人养出讲的晴天，天出热天的人哦，写出秋天的冰，还可以摸摸冬天哦。耶！人真给四季行跳跳啊！给
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主路后美猴王。哇，朱阿叔很好。四哥啊，你好，我送一类春天的花。哦，春天的花。春天是什么意思啊？春天哦，就是春天的意思。哦，春天。啊，我知道了。那夏天一定是夏天。不错啦。你按样讲哦，就亲像从夏家太起겨양呢，不错。四哥啊，来问你啊，夏天会怎么样呢？夏天会很热啊。所以客家话的夏天啊，就叫做热天。哦，热天。那秋天呢？你讲看看的呀。秋天应该是秋天。嘿，四哥啊，等好呢，讲到等好哦。那冬天呢？冬天啊，你去看看呢。系唔系冬天？唔错。俺系咪冬天？唔错。四哥啊，来问你啊，冬天会怎么样呢？冬天会很冷啊。所以啊，客家话的冬天呢，就叫做寒天。寒天。四哥啊，你要不要把客家话的春天、夏天、秋天、冬天用客家话再说一次？好，春天、热天、秋天、寒天。四哥啊，懂啥天呢啊？按下就会讲了啊。春天、热天、秋天、寒天。唔知大家最后哪只季节咧？谈听啊，做乜嘅？用建筑过韩国来呢？乜嘅建筑过？看，韩国来呢？It's me， 建筑过见到太平话，本意嘛改过，冲上来嘅阿不多。It's me， 建筑过见到太平话，本意嘛改过，冲上来嘅阿不多。建筑过了，妈妈，人家建筑过。It's me， 建筑过见到太平话，本意嘛改过，改冲上来嘅那不多。安姑很係好朋友，一隻大鉗條，兩隻就上橋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朋友你在飛啦。感謝收看。